電視圈大地震啊！相信各位電視迷最近都有留意到，網上瘋傳緊一個極之震撼嘅消息：中年好聲音竟然傳出將要全面煞停，夜晚黃金時段冇得再睇啦。如果將呢個節目比喻為一間培育歌星嘅學校，過去幾年順利開辦咗中一至中四，但係估唔到嚟到今年，呢間學校竟然傳出要停辦分班。原本要開課嘅中五班級隨時面臨被消失，究竟點解大眾會咁推算呢？背後有5大線索，即刻同你逐個拆解。第一個線索，收視斷崖式大跌，過去總決賽最高創下26.6嘅收視神話，但近期收視一路下滑，一度跌到只係得返18.3咋，足足蒸發咗50幾萬觀眾，成績大不如前。第二個線索，廣告大金主大跳船，因為收視流失，以前排隊送錢嘅大財團紛紛離場，新一季廣告極之難揾，只能夠係靠小型養生品牌勉強接手，黃金廣告時段甚至賣唔出。第三個線索，招商節目巡禮被消失，有網民翻查大台最新一季向廣告商拉贊助嘅重頭節目名單，居然反常地對中年好聲音5隻字不提，大台一收起預算就意味着節目要被冰封啦。第四個線索，電視城政治學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大家都知道呢間學校係由曾志偉掌管綜藝時一手栽培嘅王牌，但自從曾志偉卸任總經理一職之後，新管理層接手，自然想資源大洗牌，做自己嘅新節目，而唔係繼續幫前朝擦亮招牌。第5個線索，學生緋聞多，市場一早飽和，中一至中四簽落嘅中年歌手實在太多啦，市場一早就塞爆，加上部分參賽者合約風波同埋私生活緋聞不斷，令到節目形象開始焦黑，高層寧願趁機暫時煞停。不過大台高層其實一早知道綜藝要煞停，因為見到車婉婉做主持嘅口碑極佳，形象極之入屋，於是提前為佢做好巧妙嘅新安排，直接空降佢入8月全新處境劇《愛回家之3代同堂》做女主角。有冇民眾話就等同劉丹喺《愛回家》裏面嘅地位。車婉婉日前接受訪問時有感而發，話知道舊嗰套《愛回家》一早已經係觀眾心目中嘅靈魂，自己知道好難替代。呢次歌星學校無限期停課，你又點睇呢？大家一齊留言討論下啦！聽娛樂記得訂閱啊！